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用掉真侪武器。外界即摆嘛真好奇讲，敢会影响到美国军售交会的进度？美国众议院昨是办军售的听证会，有议员嘛质疑讲，沙特阿拉伯伊超飞弹交会时间，哪会摆伫台湾的头前？美国国防部是强调讲，会先交会予台湾。另外，咱国军强化实战化的训练，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仔嘛进行太步操演，派出战甲车各种的火炮来做实弹射击的演练。向目标区连续开炮，阻挡敌军进犯，现场炮声隆隆。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18展开太步操演，出动战甲车各式火炮击平进化，丰富团安战斗实弹射击。金门前线武器强军登陆作战，国军透过实战化训练提悬部队战力，暗过军售演前影响国军战力。美国联邦众议员鲍尔关心有210票美金对待军售演前交付，要求赶紧交分。美国国务院回应会确保严加速执行。Look at ways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expedite those sales that are on contract to Taiwan. As you know, much of that has been the F-16s to Taiwan. So we continue to work that. F-16也未交予台湾，亲像英协助强军军舰的汽车飞弹，按算2018年全部交会。美国议员也关心强会进度，以及为什么沙特阿拉伯汽车飞弹交会顺序摆在台湾头前。In 2023, I signed out guidance to all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for military sales to prioritize Taiwan above all other requirements. That remains standing guidance. So in the matter of whether there w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vision of Harpoon to Saudi Arabia or to Taiwan, Taiwan would take priority. 因为调也同意国防特别条例付费，民进党提委陈冠廷担心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的调费，正是下礼拜对败心。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可能会希望说，希望尽快在2028年就要把它执行完毕。那如果没有执行完毕的话，甚至会有一些这种惩戒的这种状况。那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行政院版的为主。随着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们要去因应复核的话，那我们前面的武器都还没有来实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地方。针对正义版特区中科院产业部分，国防部继续争取在野支持，不过那会议无同意，强调特别预算应该用在对比采购。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表示讲，因为甲伊朗隔一阵要去中国访问的时间会先前1个月才过来安排。川普嘛针对北约组织无要派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佮强调讲未参加这场战争，表示讲伊真失望，嘛讲有考虑要退出北约组织。另外，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宣布时节公开批示表示讲，伊无法度违背良心支持拍伊朗。伊认为美国政府是伫以色列甲其他的团体压力，才会发动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互荷姆兹海峡无法度通行。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呼吁各国，包含中国、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协助护航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商船，说服真侪国家拒绝，各表态袂参与这场战争。对此，川普表示对北约真失望。Well, no, I just think that it's not good for a partnership when they say what you're doing is a great thing, but we're not going to help. 川普表示，北约唔支持派军舰。当记者甲伊问讲，敢是咧重新考虑美国退出北约了后，甲北约的关系时，川普表示，当北约无爱甲美国斗相共，这当然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代志。佮强调，伊家己个人做出决定，无需要通过国会，暗示未来可能暗算退出北约。川普佮讲到，美国无偌久了后会退出伊朗的军事行动，毋过毋是即马，预计川习会特别交啊，为着留伫北京关注战事。川普伫美东时间17表示，原地计划去中国，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间也会延迟。Are you still going to China? Well, yeah. On China, it's a little different story. We're resetting the meeting, and it looks like it'll take place in about 5 weeks. We're working with China. They were fine with it. 另外，美国国家反恐怖中心主计的主任肯特也伫即阵透过社群媒体宣布时节，表示伊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伊无法度违背良心支持这场战争。肯特认为，伊朗对美国毋是别外的威胁，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受到以色列甲其他的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毋过，川普否认这款讲法，批评肯特伫国安问题上过两只。It's a good thing that he's out because he said that Iran was not a threat.
Iran was a threat. Every country realized what a threat Iran wa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ey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强调是伫去年7月以52票赞成、4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方任命做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的主任。伊的辞职也反映出川普的支持者对这场战争的不安，也表明伊原有真侪政府高层积极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再来看一个来自伊朗的消息咯，伊朗的国家安全首长、准军事部队的指挥官受到以色列空袭，宣告讲已经死亡了。بنده خدا به خدا پیوست ارواح طیبه شهدا روح مطهر عبد صالح خدا شهید 伊朗国家电视台已经报道出最佳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后生伊斯兰革命卫队咧正式强硬派民兵组织巴苏吉的指挥官佐雷曼尼死亡时阵，并无回应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是以色列这边大声来发布。迎接破苏的传统新年，陆陆主席，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发布影片，向伊朗的人民发声，讲这是自由之年甲新的开始。纳坦雅胡过去就常常安尼做，将伊朗的民众当作甲伊一国的共款反对新权的政体。In the past 24 hours, we knocked out 2 of the terrorist chieftains. The top terrorist chieftains of this tyranny. 拉里加尼最后一间公开出面是伫咧13德黑兰举办的圣城日游行，伊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比尼的二手。伫咧哈比尼死亡了后，拉里加尼的地位甲权力升到最高点，甚至伫哈比尼的后生穆吉塔巴接任进前，也互当作是真有可能接班的人选。拉里加尼传出死亡的消息，德黑兰也拄啊经过一枚轰炸。拉里加尼的官方社群媒体是打出一张伊亲手写的字条啊，向一个月去互美国的唱水男拍电去的伊朗顺风男罹难的士兵来致敬。另外，估计有上百万的成员，常常互调动去镇压反对派受革命卫队控制的民兵组织巴苏吉，因的指挥官苏雷曼尼也已经死亡，写入伊朗政权内部镇压的能力。公新闻吴林编译。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去美国访问第7日咯，暂时到首都华盛顿，嘛甲 AIT 的执行理事那英来见面。伫美国，伊是有讲到军购关税等议题。针对军购的争议，罗秀燕是强调讲，军购是国土安全的一部分，国家应该爱提高自我防卫能力，战争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伊嘛望讲关税当赶紧确定。有人问伊讲，伊敢会选2028年的总统，伊并无回答。台中市长罗秀燕顶礼拜开始访问美国，17到华府，当地台商甲侨民甲迎接。罗秀燕讲，伫华府的头一天，有去 AIT 华盛顿总部见 AIT 执行理事那英。因为我跟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现在代理的理事主席蓝英 Ingrid 是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事实上，他在上个月才到台中来拜访哈。那也因此呢，这次来我就要看看老朋友，所以我这次呢今天有安排去拜访他。讲到军购的议题，罗秀燕讲，伊伫咧头一天的会谈顶悬有讲到，唔好看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认为讲每一个国家拢应该做好准备，甲美国合作。啊，罗秀燕嘛甲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签合作备忘录，整合市政资源，协助台湾侨胞到当地投资甲定居。大家都有谈到。那我有替台湾发声，另外一个很重要诉求就是要早点确定，因为如果说你税率没有办法确定的话，那其实你的 buyer、你的买家他不知道怎么下单。18號咧，台灣嘅僑民是來迎接羅秀燕訪問華盛頓，不過訪問到今日來第2028年參選總統，伊是拒絕回答。不好意思哈。就因为你刚才问说，如果您是的话，那你要的策略，不好意思，我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可能没办法回答，谢谢。我现在不是，哈，谢谢。城市交流这方面，罗秀燕同一天拜会马里兰州政府、见副州长周武庆等等的官员，交流高科技甲生技医疗合作的议题。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来看南北县市长的选举要安怎来整合？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游修今仔早起是甲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良等人协商，讨论将近1点钟，双方表示讲已经有整理好合作协议的文字，但下晡两党的中央委员会甲中常会通过了后，就会正式来对外公布。我们蓝白合在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给台湾的民众啊，台湾的这个社会，台湾的这个政党政治。
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建立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治理的典范，蓝白结盟，我们不但走得快，我们走得远，而且走得稳。这样，而且我们绝对不会视对方为杂质，方向上头我们当然是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么一切具体的内容呢，就请大家再稍微等我们一下，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两个党的这个正式决策的机关。国民党甲民众党是表示讲，两党的合作协议，包括联合竞选、还有联合治理等内容，佮需要境海新北市、宜兰县、佮有嘉义市的选区，双方嘛强调讲，会以全民调的方式来决定人选。再来看核三厂，敢有机会停放呢？核安会早起直直翻译报告，之前经济部是预估安全审查的时间至少就爱当半到2当。有立委嘛正关心讲，敢有法度较紧来完成审查？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是表示讲，那台电的报告正完整，现在是等地当来缩底哦。台电嘛表示讲，后礼拜会交相关的计划予核安会。经济部以开放心中的态度，第3大原则下，评估国内核电厂是毋是停放，佮家己讲出送到核安会的审查时间大约1当半到2当。毋过审查方是核安会，国民党立委郭志温早起质询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敢有缩短时间的可能呢？你认为一定要到1年半到2年吗？需要这么久吗？如果他的台电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的话，当然时间可以缩短。立委嘛关心讲，若时到核三真正停放，敢会因为合约到期，煞买袂到燃料棒，一个单爱等3当，台电是硬讲袂。我们有优先的选择权，核3厂还有2批，所以这一部分其实随时我如果下单，那随时就是18个月的，就可以就有办法嘛，所以有。台电预估下礼拜3月底进前会将核三厂再运转计划提送核安会。嘛准备好相关的评估报告。核安会表示，等台电送件先进行定数的审查，确认文件符合法规了后，再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实际的审查。若是要哪做社会沟通，核安会表示，审查的时甲完成了后，会伫屏东办一场说明会。我认为地方县市政府如果到时候要求加厂，真的还是要拜托核安会、经济部跟台电，必须要释放出最大的诚意跟详情说明。核电是毋是停放，佫需要审查。毋过核工的人才培养数量烦恼。伫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质问下，核安会主委陈明真坦白讲，因为恢复加园的政策，降低学生选读的意愿。毋过对着陈主委向教育部重新争取核能项目公费留学的名额，伊是非常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股的指数搁再起破34000点哦，台积电早盘嘛顶回1009块。早起有立委是表示讲，台股的震动真大，统计搁显示讲，台股当冲的成交量占市场约一半。也毋过目前底线只需要0.15%的正交税。也毋过，长线的投资人所爱交0.3%的税。立委批评讲，这敢是对正当的投资行为的一种处罚咧，所以爱金管会就来检讨正交税制度。中东战争对台股影响好亲像无遮大咯。今日早盘佫拼转去34000点，中央起挖要590点，台积电早盘上悬到1910块。立委咧问，国内当冲降税伫明年都要到期咯，这敢会延期咧？到底是一日股东还是长期持股者，各有什么实质的贡献？如果完全是长线投资的话，它的流量活力不足，对于整个市场的效率性就会比较有问题。但是呢，如果都是投机者的话，这个波动过大。立委林岱华盘数据出来，比较台湾、美国、日本3国的税制，台湾正交税当冲爱达0.15%，若当期欠股的人税达0.3%。这期这是咧鼓励投机挺发投资，颠倒美国甲日本拢免扣正交税，伫咧股市内底。当冲台湾高达47%，比美国甲日本拢搁较悬。林岱华表示，这当冲的输赢的是坐过了，烦恼讲当冲就会变做哪像交金共款。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回回，上市的股票当冲的交易量是36%，主要是40岁到60岁中年人为主，着连法人嘛是共款。是讲，目前为着避免股市集中伫咧 AI 产业，证交所推出台湾普局的指数，主要是以团散、电子、金融等等的中小型股、前10大成分股、统一超、万团抑个好食等等。台湾普局指数当时要上市咧，引起关心。所以我说可以发一点。已经有一家的投信公司是规模很大的，他说普益指数
列为 ETF， 他认为是可以补足它全部的商品的缺口。最快基本上来讲，我们希望的是下半年啦。因为最近台股去受到战争的影响，如果讲这个台股的加权指数若超过3万点，是毋是就无要实施限空令呢？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袂干那看静态数字，观察的重点是看伫咧市场的交易是毋是失去控制。股市上界重要的是效率，绩效爱当充分反映所有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关系 AI 发展的回答 GTC 大会，我嘛受到全球的关注。相关的概念股伫台湾股市这2天嘛大起。黄玲芬昨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佮再强调讲，台湾厂商是真重要的供应链。伊认为讲未来唔若回答，全世界会个继续依赖台湾。黄玲芬嘛表示讲，明年回答 AI 先进晶片会有1条美金的规模。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万婷来为咱解破。黄玲芬伫 GTC 大会对 AI 发展的说明。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解破新闻就要带大家来看回答的 GTC 大会。这场大会唔但是电视技术的舞台，佮较是 AI 产业未来方向的指标。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这回嘛提出新的规划，显示讲这 AI 的运算能力是正在进入后一个阶段。亲像伊都预测2027年，这 AI 需求会大幅度的来成长，并且非常的抢市，所以有机会来创造1条美金的商机。伊嘛有讲到讲要推出新的 AI 代理平台，也就是 Nemo Cloud。这款会当家己解决问题的 AI， 虽然是真方便，不过也是有自安的风险。也回答着为着这款 AI 来加强安全方面的防护，让企业会当安心使用，免惊资料漏失。遐未来 AI 嘛袂干那伫咧虚拟世界尔，甚至会当看到实体。亲像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自动驾驶车，拢是 AI 实体化应用。也即届的特别来宾，迪士尼的雪宝，伊嘛是其中一个咧。伫咧现场，甲黄玲芬来开讲来互动，是引起大家关注。也上尾是要互 AI 进入太空，来打造一个专门的运算平台，互太空嘛会当建立资料中心。黄玲芬的演讲是互大家对 AI 的想象甲期待是更较明确，也这嘛带动台股个科技股市的发展，拢有真好的表现。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万婷哦，佮拄啊黄玲芬有讲过，最近哦全球正时间饲一款 AI 代理人，叫做龙虾一种软体哦，伊若会当回答问题，佮会当实际来斗相共操作系统执行任务。也毋过中国已经有要求公部门佮企业禁止使用。咱国内立委嘛正关心讲，咱台湾敢有啥物应用？司法部长林宜健是表示讲 ，AI 快速发展哦，政府会来确保资讯的安全，佮保护使用者。也毋过会避免过度管制，影响到产业发展。嘛强调讲 ，AI 基本法一定是去年3读通过咯，4月初就会上行正义。全球科技界当日引起饲龙虾热潮，由奥地利软体工程师开发的 Open Cloud， 甲一般开讲机器人无共，毋但会回答问题，佮真正会当执行任务、操作系统的 AI 代理人，未来佮会进入公务系统，嘛会带来治安的问题。除了个资以外，甚至于他有时候会帮我们去刷卡，然后刷了很多的钱哦，让我们那个一觉醒来发现说，哇，我的那个钱包破了一个洞。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事实上昨天就是那个辉达黄仁勋他也宣布说，他们要做一个叫 Nemo Cloud， 主要就是在那个治安方面的加强。立委陈春勇表示，包括微软、Google 拢针对饲龙虾做出限制，甚至中共嘛发布龙虾安全勇士手册，要求公部门、企业禁用。司法部长林宜健强调，台湾必须要发展家己的实力，若无算力中心 AI 模型拢伫咧海外，会无法可管。我们认为说，至少政府使用的 AI 模型，它这个必须是在境内，这个也是主权 AI 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现在就是透过函释给那个发函给那个金管会，我们会把这个保险业的资金开放出来。那我们也跟那个财政部我们就把它列为重大投资方案让民间企业可以投资这个算力中心。那据我们所知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收到鸿海的那个投资的申请。因为 AI 热潮已经改变世界产业结构，甲地缘政治。国科会嘛表示，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完成 AI 基础建设，包含法制甲优质的云端开发环境，促进相关下的跨协合作，打造 AI 主权的风扇。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落体薪资已经实施20档咯，也毋过哦，头家提拨的比例一直拢是6%，毋捌调整。有劳工团体早起就去劳动部顶前，要求应该爱提悬提拨的比例，伊讲哦嘛应该爱比照办理。劳动部是回应表示讲，头家提拨6%是上低标准，嘛会鼓励头家会当来家己提悬。台联党来辩论。拜三透早，有劳工团体甲台湾雇主协会组织伫劳动部门口抗议，双方意见无同，互相对决。劳工团体主张台湾劳工甲移工无应该纳入劳体薪制，但是台湾雇主协会却认为需要请移工的弱势家庭，无能力替移工纳劳保，国拨退休金，就算有补助，上尾的恐惊，要是爱用社会税金来负担。但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不是来比较本劳和移工谁比较多，谁比较少，劳工不是互相比肩，我们要的是一个共同的、公平的制度。不要再从我们这些私人重症家庭去拿出这些多余的钱，我们真的没有闲钱再给了。我们不是企业，我们不是赚钱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聘外籍看护，是因为我们的长照不够。另外，劳工团体也指出，劳体薪资上路满20年啊，但是雇主提拨的比率要悬是伫6%。伊嘛要求劳动部就要调悬提拨的比率，互劳工退休有保障。为什么这20年来呢，政府迟迟不愿意在新制6%的提拨上有去检讨改进，提高任何哪怕是0.1%，通通没有。这20年来趴在6%，趴了20年，连1%都0.1%，1%都没有提高。好，很明显嘛，很明显就是在替资方、替雇主降低它的成本。另外，劳动部公告，今年4月开始，移工若做满10档，资方就要替移工提拨上悬15%的退休准备金。不过，劳工团体是批评这款设计颠倒予资方伫移工满10年前停止契约，对移工来讲根本是快钓接袂到。若针对劳工团体诉求，劳动部暂时是还未有回应。记者吴正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南洋台湾姊妹会等团体早起去卫生福利部抗议哦，因呼吁讲，长照政策应该嘛爱照顾无身份证的新住民。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长照制度因为债务限制，目前哦是以本国籍民众优先，嘛来了解讲新住民是拄着什么问题，所以才无法度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坐伫轮椅摕中华民国居留证，伫台湾待治30年，毋过到老啊，煞可能被排除伫公共长照体系以外。行动体用呈现新住民的困境，呼吁长照政策无分阶级，应该爱纳入新住民。过去2年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行动和诉求。那我们希望呢，政府能重视有些没有拿到身份证的移民姐妹不能使用长照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各个团体发言批评政府就方面开放永久居留的病人、外国人或者是特殊贡献者有长照服务，毋过另外煞将新住民排除伫制度以外。卫福部长赵宗良回应，考虑债务有限性甲权利义务对等，目前以本国籍的人优先。新住民的诉求，我想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哈。那么他们在涉及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如果是长期居住，那么加入了本国籍之后，那么成为台湾人，那应该就是这个已经是长照的服务对象才是。迄时阵伫卫福部门口抗议的真侪新住民甲民间团体对安尼回应无法度接受。那我们很多的姐妹，她有各种原因无法放弃国籍，她的回应让我更愤怒。回到底就是阶级歧视。赵宗良补充说明，包含对待有特殊贡献的人，或者是以延揽外国专业人才发来台专业人士，拢已经纳入长照体系。毋过新住民团体质疑制度标准无同，未来可能互移民家庭长期承受制度缺口带来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台中地方法院有一个犯着伤害强害律师出庭涉任的查某人，伫开庭的进前哦，竟然扇律师公会理事长吴中和的喙皮，现场的法警嘛拢无作为。今仔台中地方法院是出面回释咧，嘛表示讲谴责暴力。律师公会团体哦早起嘛去司法院，要求法院着爱重视律师的安全，嘛爱针对法警哦，佮加强教育训练。
台中一个因为伤害恐吓律师起用起诉姓林的查某人，17去台中地院法院出庭，伫个法庭外口拄到10多位来遮声冤的律师，率警连去共拍。姓林的查某人甲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扇一个嘴皮，现场的律师大声发现兴奋，法警无随逮捕。代志过8分钟了后，台中辖区的警察到现场处理。审案的法官是引用法院组织法，改做无公开审理。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批评法院激放放，无得顾律师的职业安全，也有尊严。法官引用的这一个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他认为说，如果说有妨害到这个法庭安全之余，应该是制止被告，而不是把旁听的记者跟律师全部赶出去。这一点我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台中地院法院强调谴责暴力，讲代志迄当阵法庭外口的走廊人是真侪，法警首要的任务就是隔离双方，避免冲突变大。若伤害罪是告诉乃论，向攻击的律师公会理事长已经随报警啊。若姓林的查某人有妨害公共秩序，为着要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所以改换做无公开审理。对着民众起用拍，感觉真遗憾嘛，真歹势。后续的检讨、警力的安排。本院对于民众在法院内遭受暴力深感遗憾与歉意。本院会深刻的检讨警力的配置，并强化维安教育训练，同时也呼吁侦审机关从速追究刑责，以保障大家出入法院的安全。警方到场时，林女已无攻击之行为。本分局仍持续警戒，确保现场秩序及人员安全。后续将林女依刑法伤害、妨碍名誉等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的警察甲这个查某人依照刑法的伤害罪，也有妨害名誉罪上班。若是律师公会甲团体，伫今日中昼去到司法院来表达不满，要求各级的法院爱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民众指控讲，伊带爸爸去复健科的诊所治疗，本地讲自费5000块，也毋过治疗做到一半，临时讲要加钱，落尾是付6700块，也毋过这医师是强调讲要收费进前，拢有经过病人的同意。台南有一个陈先生出面指控，讲伊9暝带因老爸去南区一间复健科诊所看病，医生去头报价5000块，哪会知影医疗过程做一半，佮临时讲加1500，加挂号费200块，拢总6700。民众是气噗噗讲，诊所内底针头领机黑白单环境真太过，甚至发现标定挂医生执照证书，敢若已经过期，这个医疗品质敢有问题？说不符合，因为他拿不出他的合格证明出来，我要等伊啊！我讲请伊麻烦伊摕新的出来，伊摕袂出来。我要游泳看到伊丢，我唔知过期会当继续使用未？因为伊的使用期限只到111年。110年。病例指控医生8岁伫去年9月到参健保局解约，即阵改成自费的，加收费用是因为检查了后发现患者脚趾骨甲脚趾片嘛有问题，增加治疗部费，拢有经过家属同意，叫甲拍折500块。这照的证据，卫生局证实医生执照拢有符合，主要因为真实顶悬挂固证，才互人3星误会。那最先我跟他的报价是这样子，就是说腰椎要做打一点麻药啊，做特殊的针灸。那个背部也有问题，我说这个背部也要去治疗啊，那个背部的治疗就是2000，所以总共的会有3个部位，总共的费用是7200块钱。经查系统上，该医师的职业执照及专科证书期限是到116年10月。卫生局指出，虽然自费项目拢有开收据，不过收费项目敢有符合，目前也咧一条一条审。卫生局讲，若有查到违规的事实，就依法开罚，保障患者看病权益。记者邵台南采访报道。有民众在台北坐运一地下碰见信用卡佮红头路要10万块。路卡的地点显示讲是伫沙地阿拉伯，警方有查到一个伫桃园50多岁香港查甫人，嘛向伊假做文书早起顶罪上班咯。专案嘛无排除有可能是跨国集团的犯罪，嘛佮继续的扩大侦办。穿白衫查甫人到捷运站试车，毋过出站了后，清查全部改变，会安尼是因为伊牵涉不法。
受害就是伊姓高的查某人12下晡5点外伫南京复兴站上车，万方便园站落车10多分钟，毋但钱包拢互人偷去，现金损失1万外，搁接到银行来电话有失笔9万外的录下记录。毋过交易地点却是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一名港籍男子设有重嫌，全案因窃盗、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移送。警方伫桃园一间旅馆抓到50多岁香港嫌犯，去年12月开始真济摆来台湾骗保南北，伫得手信用卡了后，抢伫被害者停卡进前第时间犯案，佮闪避网络交易的 OTP 验证，同时被嫌警方查缉，涉嫌伫家己手机提前放骇客程式，利用 NFC 中继技术，信用卡靠手机感应，马上完成海外导入。手机呢，一旦装了这个 app， 它本身就可以来想象，它就是一个这个刷卡机，就可以做这个类似像刷卡交易的动作。它可以去接一些境外的，比如说实体的商店，或者说境外的线上的服务。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盗刷集团，它会有一些配合的一些这个店家。这种部分，敢若需要手机伫路挖进民众感应实体卡，虽然无偷走信用卡，也可能完成盗入。嫌犯被依照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国内统计到即马已经10多人受害，损失超过100万，拢是伊做的。不过警方无排除专案是属于跨国集团犯罪，海外疑犯用犯在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一间大饭店哦，一昨半暝3楼的房间开始庆烟导火，火阁拖到隔壁栋哦。因为最近哦是看樱花的季节，饭店是拢客满，业者嘛紧急来疏散旅客，加载无人着伤。消防局是派出10个分队来拍火哦，3点外钟才拍花。导火原因哦，爱个调查。17半暝啊，11点外，阿里山高峰大饭店的3楼房间熊熊庆乌烟，工作人员看办事唔对，随撤离饭店的人客，大家大包细包行李拖咧，听工作人员的指示，撤离到安全的场所。无偌久，火就烧起来啊！火愈烧愈猛，甚至阁拖过隔壁栋的文山宾馆。尤其饭店是伫咧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天气大扫，附近拢是树啊。嘉义县消防局派出10个分队来抢救，开3点钟的时间才甲大火拍挂。饭店业者表示，因为即阵当时阿里山的樱花季，饭店拢是接近客满的状况，已经伫第一时间先甲180外旅客甲工作人员拢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所以原来都乌烟清掉啦，原来无大4、5件安尼啦。但是乌烟清干的啦，也着火点过3楼了。现场为4楼 RC 建筑物起火燃烧，消防人员立即赴水电抢救，现场无人员受伤，火势于20时33分扑灭，后续交由本局火调科处理。业者表示，所有人员拢平安，马上安排旅客去其他的饭店住，因为导火迄楼是因的仓库，平常时拢是放一寡卫生纸甲清洁用品，敢若是电线烧拍电造成火灾。不过真正原因，佫需要等待消防局进一步调查。记者林伟婷、柯家珠、副超雄家己采访报道。再看昨下晡，中华园林有警察在抓毒品案的嫌犯，伊双方掠将近1公里，伫过程中嘛去弄到3台奥多摆，有1个民众是轻伤。嫌犯的车到尾伫路口，互1台货车去弄到，所以才停落来。这个嫌犯嘛，互警察抓起来了。经过路口拄到红灯，但是嫌犯的车直接冲过去，互青灯直行货车弄到，高挡入去路口的手续地点，店内人行甲赶紧密入去内底。这呢惊险的画面，就发生伫拜2下晡，警察咧围捕涉嫌毒品案的嫌犯。嫌犯的车伫中华园林市湾水路1段甲山卡路2段路口发生车祸，警察随落车压制嫌犯。大货车从东山过来，所以3点来，就会弄到伊的中柱。我看伊那敢若晕眩吼。昏呀，昏去啊，要被警察拖下车。中华县警察局表示，当时专案人员发现姓柯的嫌犯的车虽掠去哩，但是嫌犯驶真强，拒绝停车，落尾嫌犯弄红灯甲大货车相撞，造成3台车受损，1位等红灯的民众轻伤。许嫌驾驶自小客车车速过快，并闯红灯，当下与民众驾驶自用大货车发生碰撞。碰撞的当下有波及在该路口停等红绿灯之民众，总共是3部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
那现场总共有4名人员，那经过我们救护人员的检查之后，只有一个机车驾驶肢体有轻微的擦伤。警方表示，这件毒品案是中华地检署指挥官林分局、保安队霹雳小组加海巡署共同侦办，在车顶查到的毒品加相关的违禁品，也搁咧清查，专案扩大侦办中。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云林大比有一个餐厅边仔工地早起在铁柱涂骹刷绑起哦，有2个工人落落去4米悬的排水沟啊，其中有一个着伤送病院哦，意外发生原因还搁调查。消防人员甲受困的工人扛起软桥，搁再透过锁啊摇起来地面，赶紧送病院。昨日透早8点50分，云林消防局接到通报指出，在云林大鼻乡这间餐厅边的工地，因为地面落落，致使2位工人滑落去4米悬的排水沟啊。工人喺师傅啊？哦，迄算师傅，啊，因是要做啥物嘢维修？补强啊，维修啊，人去啊，就叫佢找落来。哦，啊，这经理会遐？这啊，下早是几个部人？2个尔。餐厅业者表示，透早原底要甲地面补强、灌蓝仔孔，但是技术地面制载袂调来落落，造成2位工人滑落去4米悬的排水沟啊。其中1位工人家己爬出来，然后另外1位工人互消防人员救出了后送病院。有一位患者比较轻伤，他自行爬出，由我们大比9要送医。一位患者因为伤势比较严重，有骨折的现象，所以我们就等用担架器材车用担架把它上吊下来，然后就送医。云林县消防局表示，受伤的2位工人分别是48岁姓柯的男性，到病院经架头切伤；然后另外1位49岁姓苏的男性是双手拢受伤，正脚开放性骨折。加在2个人拢意识清楚，送病院，暂时无性命危险。然后规件事故的原因，该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凤林南平里哦，最近有真侪民众厝里拢跌贼头，民众真不满哦，早起嘛去派出所抗议。因讲真朴实单纯的庄脚所在，治安哪会变甲遮尔歹咧？望警方爱重视，赶紧抓着贼头。着贼头真侪届的花莲凤林镇南平里的村民叶先生夜排抗议，庄仔内的贼头真侪，因为最近半年因的庄头发生2-30件着贼头的案件，伊无都理解朴实的庄脚所在哪会变做安尼。你南平怎么说变这样？以前不会，每个人都很惊讶，这不能接受嘛。那派出所的意思是你报案我处理，然后人抓到就这样。那然后嘞，等下一个被偷吗？这不能接受。那每天都要这样收起来呢，怎么办呢？怕下次又被贪，这个一台都好几千。根据凤林分局的资料，2016年1月到3月，凤林镇计共36件着贼头案件，南平就有7件。在分局所管的4个乡镇、42个村里当中，比例占19%。警方已经锁定1位姓的男性有重嫌，伊最近在凤林地区犯3届的贼头案，偷的物件拢送去东大门夜市边的广场咧卖。在15日，即查获黄姓涉嫌人到案，并起获赃证物工艺品1件，另部分的赃物犯嫌得手后即已变卖。警方持续追查赃物的流向，全力协助被害人追回失物。对于民众的陈情，警方表示尊重。警方强调，并不是无咧抓，是因为因最近骹手无够，又搁拄着咧换村里的监视器。新的监视器这个月到货了后，会互南平里成装。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北回路段苏澳到花莲一带，伫控诉控3花莲大地动哦，损害甲真严重。台铁伫去年底嘛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伫3月16日，行政院嘛已经通过了。除了要补强受损的路段，重启2座桥，总的车头嘛要清线，总经费是将近78亿哦。按说2031年会当完成。控诉控3花莲大地震了后，宜兰苏澳到花莲一带北回路龙地质甲铁道受损等，为了要改善状况，台铁公司对2025年12月将台铁宜花东以及南回线路段铁路设施安全改善计划送行政院审议，3月16日正式通过，等咧准备实行中。在短期的部分，我们首先加强联防，只要上游雨量预测会有大的雨量，或者是边坡有一些滑动，马上就会通知我们这相关单位，我们会进行
紧急的因应处理，包括停驶慢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目前计划内容，大城市受损长的路段要补强，包括边坡的稳定，特别是高放弃的路段 K51、K53，以明隧道通水桥的方法，让土石对轨道的顶面也是下面通过，来确保铁道的通。另外，还有大工程，包含2座铁道桥梁的改建，嘛要将中德车站南迁到花莲中德村，这将会是台铁历史上头摆因为天然灾害，被迫需要迁徙火车站。不过，预估爱开77.99亿，业界嘛关注经费的来源。那我们现在也就前期的部分先请台铁公司先做规划。那不过真正工程要做，还是要等立法院的这个预算通过。预算如果没有办法通过，大概这个安全的改善的工程就可能不会那么快开始。目前东部改善计划为期5档，在2031年进前爱完成97.5%的经费，76.94亿会由中央公务预算支出，剩的2.5%经费1.95亿。由台铁公司营业基金分担，交通部甲台铁嘛强调会做好准备，等待经费到位，随时开工。记者综合报道。亚洲规模上大的自由车比赛2026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赛，今仔是来到第4站。早起对屏东的高手出发，要骑到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全长是131公里哦，有34个国家、177个选手来车拼。贵宾626选手起步出发，2026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比赛，拜三来到第4站屏东六堆站。这是属于国际第1级的赛事。今年总共有34个国家、177位选手要拼总冠军的黄衫。17第3站是由比利时车队的法国选手摕到冠军。台湾队的19岁少年选手黄伟霆，忍耐大腿救金拼到第39名，是唯一有对调主集团的台湾选手。Really good in IP and every time attack and it's a very good team in control and yes。昨天去按完摩，然后泡完冰疗，感觉比较消炎。今天骑完应该会好一点。今天主要以就是休息还有补水为主，因为昨天的补给做的不是很好。屏东六堆站长度131公里，有设3个冲线点，对高树乡公所出发，经过盐埔、中治、林鹿，再骑沿山公路对慢慢来补。重点伫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这条路线嘛是屏东县府协助规划，要让国际选手体验客家文化特色和美丽的山景。今天这个赛道我也第一次骑，所以前段我们会观察一下，然后如果中途黄山集团有控制的话，那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机会逃脱，也不一定。和第3站起落架的路线无同，屏东六堆站平路占大部分。不过今年的自由车选手实力拢足悬，台湾队的选手要安怎避免进前的失误，想办法把排名救较头前，是屏东站上重要的任务。大家做伙来替台湾的选手加油。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伫高雄美术馆上款有一间自助餐的店家，有民众是看到讲涂骹有3只粉鸟仔在食物件，佮有粉鸟仔飞来飞去哦，是真烦恼卫生的问题。店家目前是无愿意回应，卫生局表示讲有去稽查，迄当时是无看到有粉鸟仔，也毋过嘛讲店家有真侪项的欠点，有经要求业者着爱限期改善。伊是要来夹仔边啊，有粉鸟咧倒，镜头家己学远，发现这是一间自助餐厅。自动时店内阁有8只粉鸟伫遐踅来踅去。另外一边有消费者咧硬菜，民众真烦恼，都惊食品安全出问题。怕输读书可能一定会啊，一定会，因为他们工作一定是没有办法，他们的服务很好，但是鸟这种东西它不会理解人啊。有一些老人家哦。它就是喂食，有飞进去，但是飞进去都是在那个平面上而已啊。因为里面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赶。18透早去查证，店头唔受访，师傅17派员稽查时，无发现鸟仔飞入去的形影。不过业者承认民众翕的影片是真的。业者坦承，民众提供影片内容属实，本局令业者限期改善作业区应设有防止鸟类进入设备。并应加强遮蔽与驱赶。店内消费民众讲，鸟仔甲粉鸟自制是因为餐厅外口长期有人咧吃，店家会甲因口控，也有打广告提醒。不过却是有人无咧信道。师傅表示，这间自助餐已经投保产品责任险，也有完成食品业者登录。稽查了后发现无设防止鸟仔入内的主动设施，
实在无涵盖等等的缺失，已经按照时限要求限期改善，期限若到无改善，会罚6万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草屯上港有一个跟做阿公的学生哦，伊大学期拢考第1名，伫高二的时个通过丙级技术的检定，最近哦又搁摕到南投正悬的机械加工1级的证照。阿公讲当初是为孙仔讲读册真艰苦，所以决定家己来试看卖的。虽然是真忝，也毋过哦，真有成就感，嘛有交到真侪朋友，是真价值。伊即马搁拍算要继续去考大学。好，来开始，咱会当开始进度哦。莫以为有会所即个是老师，其实伊是学生啊，大家拢叫伊阿公。拢对同学安尼叫，同学叫阿公嘛，拢对阿公。阮孙讲读册真艰苦啊，所以我想讲我来读看嘛咧，我顺便交朋友。有遐艰苦？真忝。讲出来讲真忝，毋过忝还忝。伊读3档的夜间部机械科，年年拢摕第1名。今年73个带家财。少年的时阵，捌伫机械公司做业务，一直想要读册，增加相关的知识。即马是愈读愈成熟，老师嘛顺势鼓励伊考证照。这是我考到机械加工的丙级甲1级的证照。阿公他算是我们的大前辈，他很厉害，就很多细节 make up， 他在这方面都做得比我们好。看到阿公遐认真啊，家己嘛较认真的，叫着伊。阿公讲来读册交朋友。伊读册认真，嘛感染到少年辈，受老师学落。伫咧操作，伫咧反应，可能无来甲像咱即摆少年啊，遮尔速度遮尔较紧。毋过考试的时，阿公会用伊真侪时间去弥补伊袂晓的所在。伫咧操作，伊会去一直做，袂晓就是问老师。活到老，学到老，带家财这位阿公学生，即马嘛是魔法学生，摕到证照了后，阿公阁有一个成员，打算要去考大学。做一个大学生，记者洪英修南投报道。来看昨下晡中华文化总会开会员大会，兼任会长的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正式把英文名 Chinese 改做台湾，望讲会当呈现咱台湾文化的定位。总统嘛表示讲，只有清楚知影咱是啥，经过什么，才会当有自信来加强台湾文化甲国际交流。也毋过，国台办早起是批评讲，这款作为违背历史潮流，嘛伤害民族感情。刘彩琴期甲台湾的传统歌戏搬去巴黎，无讲你阁掠准讲伫伫台湾。其实这是2当前文化总会伫咧巴黎文化奥运真成功的文化外交，引起侪外国观众关注台湾。文化总会伫这几年成功行销台湾，办活动甲台湾推出去国外。但是中华文化总会名也不时会引起外国人的误会。文化总会伫3月17正式甲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称对 Chinese 改做台湾，希望安尼外国人就袂听甲不飒飒。今天的会员大会向会员做一个报告，通过决定要改英文名称，改成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那刚刚在会场里面做完报告之后，全体会员也鼓掌的通过。英文的名称改做台湾，不过中文的名称目前无变动。真电电创办人周兴成顶日就捌公开呼吁中华文化总会爱改名，或者台湾文明促进会，也是调文化总会执行委员的工作来表态。希望大家如果可能吞并掉，台湾呢，你一定要多讲台湾，不要再讲什么中国、中华，尤其是这个文化总会是总统做会长嘛，更应该把这个证明了。对于中文名称的变更，因为这涉及章程的重大变革，所以我们要依据人民团体法的规定。那如果有会员提出，那也会由会员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来做讨论。文总伫礼拜2召开委员大会，文总会长总统赖清德也表示，文总这几冬持续提升台湾的文化实力，积极向国外交流。亲像咱拄结束的台湾灯会，就邀请日本驱魔师傅来台湾，阁有日本甘仔是恶魔也伫咧台湾引起轰动。文总表示，改名了后会继续透过文化来建构台湾的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吴家宝台北报道。日本各地樱花开始大开咯，今年4国连续3档拢是上早开花的地区。当今个这2天樱花嘛开始大开，那么做伙来欣赏。春天就要来啊！日本的樱花也开啊！高知市阁提第一，本来连续第3年提全日本上早，而且也比往年超前。
平年より6日早くて、去年より7日早いという形ですね。傾向で見ると1週間程度で満開になるという形で見ております。樱花为什么赶来开？日本气象厅的原因是全球暖化地区的暖冬。根据民间气象公司预测，民国号按算17，东京第18队正式宣布进入开花期。下礼拜开始，东京民国号高地对进入上水的晚开，也就是大开的状态。隔一礼拜，佮由大阪甲福冈刷落去。想要去日本赏樱花游客，恐惊都要赶紧去咯。公司新闻林希祖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